郭小姐吼，伊得着这个肺癌，倒入眠床顶顺，伊老爸的好朋友李博士来看伊的查某囝，因为惊伊伤痛苦，所以想要安慰着伊。总是对这个天国有信心的这个过程的查某囝伊反倒转来劝勉着这个李医师，伊讲我相信耶稣会来救我到天国，我要看到穿白衫的天使来到我边啊，要来带我转到天家。我死嘛无遗憾啦，我也无惊吓。你爱赶紧来相信耶稣，才有永生愿望。所以伫病院内底呢，伊伫病痛当中，伊伫向人做见证，见证主耶稣。若是身体艰苦会听会顺，伊就来向天顶神来祈祷。伫祈祷当中，一定来看到异象。伫祈祷被圣灵充满，唱灵歌。